Easy House 位於科學園，我哋成功配對咗超過2000個裝修案例。歡迎準備裝修嘅你，透過上網或者電話向佢哋提供基本嘅裝修資料。Easy House 專員會因應客戶嘅預算同埋裝修風格，提供3間合適嘅設計公司同埋裝修公司上門度尺。我哋會為客戶提供報價分析同見證簽署裝修合約。喺工程期間 ，Easy House 專員亦都會定期上門視察裝修進度，令客戶可以更加了解單位入面嘅狀況。所以快啲聯絡我哋 Easy House 啦！